哎，出来了，就是想吃了。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这个，这怎么不像猫？哦，它这里。钛合金狗眼都出来了，还出来了。小猫咪很勇敢，它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在哪里啊？哦吼，哦呦，直接来这个区域啊，有再探点索一下勇啊啊！哦，小火车，